係姐姐你好，好，你好，老闆。姐姐你叫咩名啊？我叫面面做面啲，係你今年幾多歲啊？今年35歲，係你結咗婚㗎啦係咪啊？係結咗婚，你自己有冇小朋友啊？有3個小朋友，哦，一個女17歲，係兩個仔係8歲同3歲。係，姐姐你之前係咪喺台灣工作過啊？係啊，喺嗰度喺台灣照顧幾多人啊？照顧5人， 5個人，係邊5個人啊？係我大弟先生，係2個小朋友，係同公公，哦，公公幾多歲啊公公75歲， ？75歲，佢健唔健康？自己識唔識行路啊？佢自己唔識行，哦，即係要坐輪椅係咪啊？咁你要幫佢沖涼換尿布係咪啊？係要，係，咁嗰2個小朋友又幾多歲啊70同8歲，哦，7歲同8歲。係咁你喺台灣係咪要買餸煮飯㗎？係要，好啊，姐姐，咁你而家喺香港邊度做嘢啊？喺元朗，元朗，喺元朗又照顧幾多人啊六個人， ？6個人，係係邊6個人啊？我弟弟先生，係個 BB，個先生個妹妹，公公婆婆，哦，公公婆婆有幾多歲啊？佢哋70幾歲啦， 70幾歲，佢哋健康自己識行路啊？係咪啊？健康啦哦，好啊，咁個 BB 幾多歲啊？ ，BB 3歲，哦，3歲，好啊。姐姐，咁你識煮飯㗎係咪？食你識煮咩餸㗎？炒菜，係煎排骨，係煎蛋，煎雞，煎魚，煲湯，蒸雞蒸魚又識，煲湯又識啊，係，都好叻啊！好啊好啊，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好，拜拜。